在国庆乐团优雅演奏声中，未来伫南区盐埕上北开发区，台湾原生文化创意品牌宣布，甲台南曾经20档的在地小肉企业，被打造一栋6000平南台湾上大店面。商务双方选伫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盛大举办记者会，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见证这件合作案，期待早予台南建成400档全新的人文风景甲生活体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共同见证我们诚品生活跟我们探索马里能够强联手携手合作，共创台南的精神生活跟美食文化的一个做最好的结合。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一个城市，也是即将迈入建成400年。在建成400年的献礼方面，我们有各方面全面的这个展现给世人跟国人共同见证、共同看到。不仅在美食，不仅在文化，不仅在宗教，不仅在精神生活上，我们都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乐于见到我们有很多好的一个企业在台南能够深耕茁壮发展，更期待看到他们能够彼此携手合作，1+1远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够共创台南的未来。诚品我们都知道是国内，而且已经是跨出享誉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探索马里也是一个在地对于台南美食文化做一个新的诠释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让台南更被台湾以及更被国际所看见。我是在台南出生的，那在台南创业，台南这一块土地就是我的家。那我们探索马里在台南已经深耕了20年，那从20年前的一间烧肉店到现在的多品牌发展，这些成长都是在台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接下来的这一步，我们将携手诚品生活，希望透过我们两个品牌跨领域的合作，来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性，来打造出全台南最具特色的生活、休憩、购物的景点。诚品就是我们这次回到台南，我们希望能够更在地化，然后跟各位大家就是在地的这些乡亲有更深的一个连结，甚至也要重新去学习，重新去认识台南这座城市。那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诚品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这些内容，然后包含我们所拥抱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谈人文艺术、创意生活，就是我们很希望也能够协助整个台南的，包含是像是政府团队，然后跟我们的民众，然后跟邱董这边，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更永续、更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也期待诚品的存在可以带给更多人温暖跟幸福的感受。根据了解，工程完不了1日起，如果该合作案总工程费将高达13亿，而且两个品牌首次跨领域合作，毛外界相当期待。希望2024年开幕，会当满足5个世代民众生活加休闲需求，嘛创造企业、城市以及民众多赢局面。台湾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